台中一名31岁卓姓女通缉犯遭警方盘查时，使用旧身份证号码企图闯关，却被警方识破，见纸包不住火，只好交出一小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。然而经细心的女警搜身后，又在其外套暗袋发现另2小包毒品，她辩称都是因为太过紧张才会一时忘记。所幸女警细心搜查，若藏放的是刀片等危险物品，后果堪虞。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东区分驻所巡佐林荣祥、员警刘义轩、黄胜吉日前巡逻行经东英路段时盘查一名可疑的卓姓女子，赫然查出卓姓女子因案已被台中的检通缉2年余，她见通缉身份曝光难逃法网，便主动交付一包2.65公克安非他命与警方，并配合警方反锁侦办。在所内经女警搜身时，又在其外套暗袋内发现藏有2小包2.64公克2级毒品安非他命，她却辩称当下因被警方查获太过紧张，才会一时忘记，警方彻底检查后这才放心。卓女表示，因工作性质需要熬夜，加上听说安非他命可以快速减肥，去年底才会在友人介绍下开始施用毒品。NO News 今日新闻提醒您：少一份毒品，多一分健康。吸毒一时，终身危害。戒毒咨询专线：0800-770-885-0800，请您帮我。安心专线：0800-788-995-0800，请帮救我。张老师专线：1980生命线专线：1995。